大家好，今日嚟到位於曼克頓山一個超靚嘅住宅單位啊，而呢度嘅設計非常之有質感啊，而背後嘅策劃者就係我身邊呢位設計師 Kenny。係，大家好，我係 Kenny。Kenny 啊，我覺得一入到嚟成個嘅空間感非常之舒服噶，尤其是踩落個地板嗰時個腳感好好喎，完全冇裝修完嗰種刺鼻嘅味道喎。到底個地板有啲咩特別之處呢？哈哈 ，Kevin， 你真係識貨啦！曼克頓山單位呢個業主對生活品質要求極高，所以對家人健康好注重。所以今次我特登幫佢哋揀咗由標誌地板代理100% 德國製造嘅卡神第2代石塑地板。市場上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石塑板啊，點解要揀德國呢一隻呢？其實分別好大，市面上好多劣質嘅代工產品，佢哋嘅核心原料係廢舊嘅塑料同石灰石混煉而成。好容易含有未經測試嘅 PVC 同高嘅 VOC， 隨時會釋放有毒嘅異味。但係卡神就完全唔同，佢採用咗專利嘅 Ceramic 核心技術，成分全部係天然礦物同埋食物品級安全嘅 PP 塑料，做到100% 唔含 PVC 同埋100% 零甲醛。佢仲攞到 UL 嘅 Green Card Gold 等等多項世界級嘅健康認證，咁樣先至係真正嘅放心啊！哦，原來係咁。咁日常打理同埋實用性係點嘅呢？功能性一定係頂級啦。香港天氣咁潮濕，呢款地板極具穩定性，唔會好似啲劣質貨咁又熱又濕嘅時候翹起同裂開咯。加上佢全防水、防刮花，而且自帶埋整合式地墊，可以做到高達19個 dB 嘅隔音降噪效果。最正嘅係佢可以直接鋪喺原本嘅地板或者瓷磚上，幫業主慳返一大筆清拆嘅時間同埋預算。哇！又安全又實用又靚，怪唔之得你呢個大設計師都會選用啦。如果大家都想升級家居品味同埋保障家人健康嘅話就記得選用德國卡神嘅地板啦。多謝晒 Kenny，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